记者来自现场上新的连线报道，镜头出来去云林古坑草岭地区风景真水，也吸引不少游客来这个所在佚佗。不过，按这7月16号开始哦，赛车要上山就要注意咯。官府针对着古坑地区4条比较容易打盲的道路，强制要求规工拢爱开大灯，若是违反规定去互人检举，上悬会起用罚3600块。虽然讲是为着赛车安全，不过嘛有不少民众认为讲是无需要安尼啦。批评讲，这根本就是伫咧抢钱。民众咧是骑车出门嘛，共款甲大灯拍开，因为为7月16号开始，大灯若是无开，细利会罚款。山路弯来弯去，伫弯的所在采告示牌，顶会写因为山顶较会大雾，请开大灯。云林县政府开全国头一日咧，规定古坑乡的4条乡道，规工拢爱开大灯，若是违反规定，互抓到会罚1000到3600。虽讲是为着安全，毋过嘛，互民众真不满。日头尖的，是加啰嗦的啦。天光光是咧开什么电火？你若讲红时啊、卡网开电火有破啦。就是以季节性来规定就好了，不用像这种天气很好，其实不用开灯。开大灯主要的原因，就是古坑华山草岭海拔较悬的地区，常常大雾，车祸真多。为了安全，今年1月中通过道安办法，宣传期半年一个过，若是抓到违规，就会随开罚单。劝导局过人，他们以被动式被动来辅导我们民众除了有民众检举以外，他不会主动来做这个站岗来取缔的工作啦。县政府强调，开大灯是为着安全，毋是为着要甲民众罚。新的规定实行，民众赛车、骑车经过遮，莫袂记开大灯，则袂受到红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